上次我哋喺投資展嗰度咧 ，Jack Sir 就同大家分享咗關於新手去交易期權嘅時候要注意嘅一啲事項，同埋常用嘅策略。今次我哋就想傾一傾其他方面嘅問題。我哋都係準備咗4個問題去請 Jack Sir 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個就係阿 Jack Sir， 你喺市場差唔多近40年，經歷過好多嘅大風大浪。咁你又覺得一個交易員長線生存落嚟最關鍵嘅係咩呢？40年真係好老喎！下次講30年好啊！其實呢，真係要長期生存落去呢，啱開始都係要炒股票先嘅。不過我呢，就係盤房出身，所以呢，由期貨開始。如果係炒期權呢，嗱我自從不過真係炒期權差唔多正炒期權都已經30年啦。係1995年開始學期權，跟住去研究。當時係冇師傅、冇堂上、冇 YouTube 啊，係嘛？1995年冇 YouTube， 咁啊真係自己睇書學，同埋用經歷去理解啊。淨係一個 ATM 問咗好多人都答唔到我。當時啊，真係30年前啊。咁通常做開期貨、炒開期貨短炒股票炒得叻嘅人呢，通常都唔想去學期權嘅。要學期權呢，通常都係點啊？炒期貨行到一個樽頸位唔掂啦，咁啊學期權啦，咁樣睇下可唔可以翻身啦咁樣。咁如果真係你要長期做期權呢，咁其實頭先幾位嘉賓都講過啦，就係你一定要知道個盈虧比率。200定律唔係 long 嘅勝率低啲 ，short 嘅勝率高啲，係2成同8成。如果要精確數字嚟計呢，其實可以用一個SD 應該係85%。short 係贏面高。你 long call long put， 如果做一個標準差嘅 OTM 嘅 call 或者 put， 1個月時間計你嘅贏面係得15% 嘅啫，所以如果你要喺期權市場度生存落去呢，你第一件事要做 short 好多人就話做 long 開始啦，一日輸啲唔會輸死，當然唔會輸死，但係你如果用 long call long put 去做嘅話呢，你1個月之後你唔做噶啦，日日都輸啊嘛，你唔會做噶啦，咁你之後嗰啲嘢你學唔到。咁做 short 嘅話咧，好多人話驚，哇！我輸爆倉啊！咁其實做 short 嘅話咧，你一定遵照一個規則，就係唔好 short 嗰啲即日到期嗰啲，千祈唔好 weekly 都唔好。譬如下個星期5到期，我做都 short 都冇。如果而家做 short call short put 嘅話咧，港股我做6月底嘅，美股都用6月18號嘅美股第3個星期嘅歐式期權，最好係由歐式期權開始做。你話我保守啲，我做9月得唔得呢？咁其實做9月仲好。你唔使日日睇住個市呢，反而呢做期權做唔係話唔做得買方 long 做 short 你要做多啲82定律啊嘛。既然係82定律嘅話呢，即係話你做 short call short put 嘅話呢，你係注碼金額個金額呢係9成 long 係1成，即係話假設你 short put1萬蚊美金嘅 put 最多大家知道啦，做 short 嘅話最多係賺1萬㗎啦，方向啱嘅話係嘛，賺盡都1萬擺到到期如果用呢個比例嚟計嘅話咧，你做 long 咧唔好超過1000，即係叫1比9你唔係話我 long 輸有效咁 long 買10萬 short 我話 short 2萬，呢個比例唔得，長期一定生存唔到落去Jack Sir 頭先都俾咗好多 tips 我都 mark 低咗6月18號我輕鬆下個氛圍啫。第二個問題就係，其實我哋喺金融市場上邊做投資嘅時候咧，防守有好多種方式嘅，例如話止蝕啦、減倉啦，甚至乎係用期貨去做對沖都得。咁點解 Jack Sir 你會選擇用期權去作為一種對沖或者係防守時候嘅首選嘅工具呢？用 short 嚟做咧，long 同 short 咧 ，short 嘅話咧係防守。譬如我保守睇升嘅話咧，我會用 short put 去追一個升浪，用 long call 去追升浪。我諗係咪好咧？當然係啦。事後我哋睇嚟就知道好啦。近排個納指咁樣升法，
你再睇翻2個星期前，2個星期前我做 short put 同埋 long call 話差好遠，係嘛？但係如果你個市唔係咁樣行嘅話咧，情況又唔同，就係都係嗰句 timing， 做 long call long put 嘅個時間個 timing 係好重要。咁做 short call short put 咧，你錯少少都唔緊要，只要你嗰個槓桿同埋注碼分配做得好。但做 short call short put 唔係好太大注，一定要分注，分2、3注。做 long 咧就唔使分注噶啦，錯就錯，贏就贏，輸就輸，因為賺咗倍數啊嘛。輸就係輸晒。同埋咧仲係做 long 嘅話咧就唔定止蝕。咁頭先主持問到咧就係點樣對沖，點樣嗱？咁其實咧好多人就話我做咗 long call 點樣對沖咧？做 long 已經係對沖噶啦，其實唔對沖噶啦。做 short call short put 如果錯咗邊嘅話咧，有機會係用翻啲 long 近月份去對沖你嘅長月份。假設你2個星期前唔小心 short 咗 call， 譬如 short 咗納指嘅 call 個升得好犀利喎，你可以買翻啲短期2星期到之後到嘅，或者下個星期到嘅 long call 去對沖。當然唔係下星期先買啦，已經因為已經升咗差唔多1個月啦。譬如上個星期5你話唔對路喎，連升13日喎，可能仲有得去喎，你去做翻啲 long call 對沖啊。咁因為期權咧，其實佢本身咧就係投機同埋對沖嘅工具，所以咧就唔好再諗啲期貨去對沖啦。期貨去對沖就調翻轉㗎，好多人就用咗咩我 short call 錯咗啦，一路升我買翻期貨啦，咁啊麻煩啦。我以前都用過呢個方法 ，short call 買期貨對沖，或者跌咗落嚟跌得好深，我做到 short put 點對沖咧？有啲人話我沽期貨對沖咪得咯，其實你係點樣啊？本應做 short put， 你沽期貨咧，其實咧你變咗轉咗身啦，變咗 short call。short call 買期貨咧，其實轉咗身變咗 short put。如果你承受到打2巴嘅慘痛嘅話咧，你可以用期貨去轉身。但係咧，經驗話俾我聽咧，止蝕係最好，唔對沖唔好轉身。既然係睇錯方向，就唔好去突然間去轉身。通常你去驚到去轉身嘅情況咧，或者用期貨去對沖咧，通常都係頂底位㗎啦。通常好大機率都係打2巴，係嘛？3月底跌到好低，哇！沽翻啲期貨去對沖先，個市跌硬啊，跟住一路升，哇！本應 short put 可以捱翻家鄉嘅，結果咧轉咗身變 short call， 哇！期貨輸得大啊，本應輸好少㗎咋，係嘛？原來可以翻家鄉，不特止，但係你對沖咗呢個係咩啊？呢個係期權嘅災難。先 Jack Sir 嘅分享其實都係涉及到一啲比較高階嘅期權嘅知識啦，例如話涉及到呢個一啲用期權期貨，其實佢係合成咗另外一種動作嚟嘅，係如果有朋友係或者新手朋友對於呢啲係唔理解嘅咧，我再一次介紹下我哋富途嘅牛口課堂啦，上面係有好多呢方面嘅期權嘅知識，可以令到大家慢慢進步嘅。好，第三個問題就非常之貼合當下嘅情況啦，因為我哋睇到咧當前嘅市況大盤嘅環境啊，雖然話你睇到美股係強勢反彈啦，但我哋不管係睇消息面啦，係嘛？係非常之不穩定嘅，有地緣衝突啦，而且依家美股又係業績期，咁喺呢種情況下，阿 Jack Sir 你係點去睇當前嘅市場環境嘅？並且咧你會唔會用一啲期權策略去應對當前乃至甚至乎係接落嚟一段時間嘅市場環境？係啊，咁3月份到依家，大家知道啦，每日唔同啦，每日都有新消息出嚟啦。咁大家都應該睇過我周不時用個標題係咩啊？萬般分析不如一個消息。你賭運好過賭技術。咁你今日開心好笑住瞓覺贏緊錢嘅，聽朝瞓醒話跌翻落嚟。所以個倉一定要細。我哋亦都捉唔到啊！捉唔到話就係應該點樣行啊？點樣行？咁反而近排我如果有個捕捉嘅就係咧，就仲用呢個期油啊！但係我唔炒期油，因為期油波幅太大，我反而用一啲正反向嘅 ETF 去炒波幅。咁大家知道啦，個油升咁日會一個消息出嚟咧，又跌翻落嚟。咁又升，跟住咧一個消息又升翻上去。但係美股咧，
港股又好啦，美股又好啦，你喺呢啲中東嘅戰局咧，你去太投入嘅話咧，好容易受傷啊！咁當然啦，嗱，好似頭先講過啦，美股由跌轉升啊，仲有同我主持問嘅就係業績期啦，啱好最近業績期啦，咁啊大家睇到啦，星期五淨係睇個 Intel 啊，如果你星期四去 long call 博業績嘅話咧，我就唔敢博下，我就冇咁叻㗎啦，我唔知佢升定跌㗎嘛，或者升少少咧，啊，因為佢升得真係太多，升廿幾蚊啊，最高去到85蚊，之前係66蚊，即係公佈業績之前66蚊。如果你去買星期五到期嘅，即係你星期四盤後公佈業績，星期五到期嘅，你去買咗個譬如75啊、78啊嘅 call 嘅話咧，其實都有6-7倍嘅利潤以上啊！啊，最多嘅利潤係開市嗰陣要平倉，你到收市先平咧，又少幾倍嘅。如果真係要部署業績前嘅，其實真係賭手氣嘅，即係賭你眼光嘅。咁好多人都買兩邊嘅。啊，好多人話唔緊要啦，隻我都買兩邊搏一搏。星期三公佈又好，星期四公佈我都買兩邊。星期五公佈嗰啲咧，我就買下個星期到期。咁其實係咪咧？我唔鼓勵嘅。其實我唔鼓勵，因為你咁多隻股份，如果你都買兩邊，或者你淨係買一邊得 long call 啦，你賭啱嘅當然係贏啦。如果係賭錯邊，你仲要扣一半，譬如贏7倍嘅，咁你仲有 long put 嗰啲係輸晒噶嘛，即係得3.5倍，即係減咗一半啊！仲有一啲咧唔升唔跌嗰啲咧，每次公佈業績都有啲啊，唔係唔升唔跌啊，升5蚊跌10蚊，好似 Tesla 啊 ，Tesla 公佈業績你 long call long put 兩邊輸。啊，肯定兩邊都係輸到零嘅。如果到收市嘅話，嗰啲沒人啊，所以我比較少去部署業績前啊。如果真係想做咧，我覺得係業績後。業績後仲做咩咧？就係業績後咧，嗰個引伸波幅未跌得太犀利之前咧，去做 short call short put。開市嗰陣同埋收市嗰度已經賺咗啲引伸波幅，因為你已經公佈咗業績啦嘛，唔會差得太遠啦嘛。但係都唔保證話好穩定，但係總好過你業績前去部署 short call short put 輸單邊，好似 India 話升咁多，係嘛，做輸倍數咯。啊 Tesla 唔升唔跌，咁你可以兩邊都贏。業績前部署 short call short put 兩邊都贏，啊就係咁。咁啊，我就睇下我嘅理解啱唔啱啦。用 Jack Sir 嘅話嚟講，就係如果係業績前去部署，其實係一種博大運嘅行為。如果係業績後去部署咧，其實係一種係一個，因為業績出咗嚟啊嘛，係一個確定性嘅事件之下去部署策略嘅行為。好，係嘛？係冇錯。OK。咁啊，最後一個問題就係頭先 Jack Sir 都提到咧，可能每個人會有好多隻股票。呢個問題都係我哋喺牛友圈見到有人問嘅，就係係咪每一隻股票都需要去逐隻對沖嘅咧？Jack Sir 你係點睇呢個問題？我從來唔對沖嘅，一係就止蝕，一係就繼續放。啊，有啲人買股票咧，買完股票都係我對沖咗㗎啦。我心諗，如果你買隻股票都仲要用 long put 嚟對沖，咁有咩意思咧？假設我買隻譬如買阿里巴巴，買完之後，跟住 long put 對沖啊，唔驚啊，買一，其實真係 long call。其實嗰個喺期權嗰個call put parity 計出嚟咧，其實你真係 long call，輸有限啊嘛，你 long put 封咗底啊嘛，賺得係無限啊嘛，但係你要俾期權金，你 long put 都要俾期權金喎。啊，其實真係你簡簡單單嘅 long call。咁大家都知道 long call 有咩蝕底嘅地方咧？蝕底嘅就係升少少，你可能會仲要輸。你 long call 嘅時候係125蚊喎，2個星期後升到130蚊，假設啦嚇，130蚊，阿里巴巴以為賺啦，賺到5蚊，但係你 long call 輸晒，呢個時間值消耗得好快。你話我買遠月份少少咧，咁遠月份嗰啲 call 時間值多貴啊，所以未必㗎，唔係一定好㗎。所以原則上炒股咧，你定止蝕得㗎啦。嗱，就唔需要話用期權嚟對沖。當然啦，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啊。咁如果你話買股票最 long put 對沖嘅話咧，通常會發生咩情況咧？就係升咗一大段。譬如你100蚊買嘅阿里巴巴，哇升到上180蚊啦！你又唔想平倉，你想繼續 hold， 但係驚佢回跌，你 long 翻個 put 保護。呢啲叫 take profit， 呢啲反而可以部署或者對沖啊。
咁我哋嘅時間其實都差唔多到尾聲㗎啦。Jack Sir 作為我哋嘅富途嘅老朋友，都成日喺期權嘅場合上邊同大家分享一啲非常之實戰嘅經驗同埋策略。咁相信我哋嘅投資朋友都同我一樣喺頭先 Jack Sir 嘅分享入邊係收穫良多。我哋再一次掌聲多謝 Jack Sir。Thank you。唔該。